街總舉行慶祝成立24週年暨新春酒會，行政長官何厚鏵喺酒會上話，會推進社會服務工作者群體嘅專業化同制度化，改善佢哋嘅工作條件。行政長官何厚鏵以及中央駐澳機構代表等嘅官員出席街總成立24週年暨新春酒會。何厚鏵喺致辭嘅時候話，社會服務工作者長期承擔社區建設嘅重任，尤其係對弱勢社群作出咗長期無可代替嘅貢獻。政府將會根據既定嘅政策方針，推進社會服務工作者群體嘅專業化、制度化，改善佢哋嘅工作條件，讓佢哋嘅專長同埋經驗得到更好嘅運用，確保我哋本澳社區服務嘅素質係持續咁提升。佢又話，政府會全面籌組分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，吸納各階層有代表性同認受性嘅人士，並設良好機制，令到委員會能夠充分發揮民主化、科學化嘅諮詢功能。而街總會長梁慶庭話，過去1年嚟有200多萬人次嘅居民接受街總服務，街總往後亦都會一如既往積極反映居民合理嘅訴求。我哋期望特區政府加大對社會民生嘅關注，增加社會福利，加大社會服務嘅支援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，完善公共房屋政策，為構建和諧嘅社會同埋建立公平社會盡職盡責。佢話未來1年會做好社區服務工作，努力維護居民合法權益，集合各街坊會嘅力量，開創工作嘅新